解鎖 AV 級對話賺360萬，上海兩男教壞 AI 一審判囚。呢條片係由 Sagami 安全套贊助播出。寂寞欄內想揾人傾偈，以前係揾真人，而家係揾 AI。Hello, I'm here。以為隔住個熒幕自娛自樂冇人知，點知呢份虛擬慰藉竟然引火自焚。上海呢單 AI 陪聊詐騙案，直頭係 AI 時代嘅警世故事。呢款簡稱 AC 嘅 App 自稱係 AI 情感陪伴，專門為班後生仔提供親密互動。但明眼人都知，如果只係普通傾偈，點會吸引到11萬人註冊2萬幾人課金喎？呢兩位老闆黃某同李某，短短1年就執咗超過360萬。到底個 App 有乜誘惑？警方抽查發現，入邊啲對話尺度非常大膽，利用虛擬角色吸引用戶課金。點解呢啲 AI 咁有吸引力？原來係兩位老闆親自佈局，佢哋透過設計特定指令，誘導 AI 產生具有煽動性嘅對話，利用用戶對虛擬互動嘅好奇心，誘導佢哋持續課金。佢哋仲以此做噱頭，公然話呢度可以玩得盡啲，吸引一班想喺虛擬世界尋求刺激嘅用戶。警方驗過萬段對話入邊，有大量內容被認定為不良訊息，想賴都賴唔甩。上海徐匯法院一審話，雖然你哋係1對1私下傾偈，但你哋大模斯樣收錢盈利，仲主動製作誘導性內容，社會危害性極大。兩名被告對色情內容有決定性控制力，講翻人話，結果就係上海徐匯法院一審宣判，兩男分別被判有期徒刑4年同1年半。呢單案仲被內地傳媒形容為 AI 時代嘅快播案。以前係睇 AV，而家係玩 AI 文學。兩位老闆唔服氣，已經上咗訴。二審將會喺出年1月14號開播。各位鹹濕仔要注意啦，以為 AI 係法外之地，當你教壞個 AI 嘅時候呢，法律可能已經喺你背後望住你。AI 無罪，但係教壞 AI 賺錢就有罪㗎啦。Tech Night 踢盡香港新聞最 hot 話題，希望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繼續支持香港本地媒體平台。